你一直都被明示同暗示嘅教導，話你係活咗一個獨立於你存在嘅世界，而你個腦嘅工作就係盡量準確咁觀察呢個世界。你一打開眼，個世界就出現，而你個腦就記錄住眼前發生緊嘢嘅。呢個觀念聽落好理所當然，好直覺，對於大部分人類歷史嚟講，基本上感人質疑過。但係現代神經科學講嘅，完全係另一回事。你嘅大腦並會打開通往現實嘅窗口，佢並非被動咁接受世界，佢唔單止係記錄外部世界存在嘅嘢，相反，你嘅大腦會主動構建你所經歷嘅一切，每一刻都以預測為主要策略。呢個唔係比喻，呢個唔係哲學，呢個唔係靈性，呢個已經成為認知神經科學領域最穩健嘅框架之一。一旦你真正理解咗佢，佢會悄然改變一切，改變壓力嘅運作方式。點解情緒會喺壓倒性？點解習慣會重複？點解身份認同會覺得好固定？甚至你好渴望改變嗰陣，點解改變都會係困難？最重要明白嘅就係呢一點，你嘅大腦唔係設計嘅俾你睇到現實本來咁樣，佢嘅設計係要你生存落去，而生存需要嘅係效率，而唔係準確。要明白呢個轉變有幾激進，我哋要由一個簡單嘅生物事實開始講起。呢點好容易俾人忽略。你嘅大腦其實係冇直接接觸到外在世界，完全冇。光線從來都唔會直接去到你大腦，聲音都唔會直接去到你大腦，物件、人、威脅、機會，全部都唔會入到你嘅頭殼入邊。真正去到你大腦嘅，其實係由感官接收器產生嘅電同化學信號。你對眼會將光線轉化成神經脈衝，你對耳會將震動轉化成神經脈衝，你塊皮膚會將壓力同溫度轉化成神經脈衝，就連你對自己身體嘅感覺、肚餓、緊張、悸、痛，都係靠內在感官信號傳遞。大腦喺黑暗之中，封咗頭骨入邊，只係被一堆數據流淹沒住。由呢啲唔完整又雜亂嘅輸入，大腦要夠快咁組織出一個有條理、連貫又有意義嘅世界體驗，等你可以即時作出反應。如果大腦淨係被動嘅等感官數據，然後逐塊砌翻現實，你會慢到生存唔到。等你處理好，你見到佢嘅威脅早就已經攞到你面前。進化用咗一個更加優雅嘅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。大腦係先預測之後先修正。呢個概念就係而家所講嘅預測式處理嘅核心。呢個框架統一嘅感知、行動、情感同學習，甚至連意識都可以用一個解釋模型去包晒。心靈哲學家好似 Andy Clark 同神經科學家 Carl Friston 都認為，大腦最啱嘅理解方式唔係當佢係一個反應器官，而係一部預測引擎。每一刻你個腦都喺度產生假設，估緊下一步最有可能發生咩事。佢會喺光線未到你眼之前已經預測你將會見到咩？佢會喺聲波未到你耳仔之前已經預測你將會聽到咩？佢會預測你身體應該有咩感覺，預測其他人會點樣行為，仲有你內在狀態代表咩意思。傳入嘅感官資訊唔係用嚟創造感知，佢只係佢預測錯得太離譜嘅時候先至會更新預測。如果收到嘅數據同大腦預期一樣，感知就會覺得好輕鬆同即時。如果數據偏離得太多，大腦就會經歷一種叫做預測誤差嘅現象。呢個信號即係話喺內部模型要調整。但重點就喺呢度，大腦唔係隨時隨地都會更新自己，佢更新得好保守。大腦只會喺無視錯誤嘅代價大過改變預測嘅代價時，先至會改變自己嘅模型。所以你可以直情望住一樣嘢都睇唔到，所以幻覺會有效，所以期望會影響你嘅體驗，所以即使佢哋出錯，焦慮都會持續。你大腦唔係想俾你攞到真相，佢只係想維持一個穩定又冇能量嘅世界模型。呢種着重效率嘅做法，帶我哋去到現代神經科學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嘅概念，就係 Carl Friston 提出咗自由能原則。雖然個名聽落好嚇人，其實呢個原則講緊一樣好直觀嘅關於有生命嘅系統。生物有機體一定要抗拒混亂，
佢哋要保持自己內部狀態喺可生存嘅範圍之內。要做到呢點，佢哋就要減少對所處世界嘅不確定性。喺呢個情景下，自由能唔係平時講嘅能量意思，佢指嘅係一個數學上嘅驚訝指標，即係系統預期同實際發生之間嘅差距。有生命嘅系統就係靠減少驚訝嘅生存。太多無法預測佢哋，對新陳代謝嚟講係好大負擔，會逼你不斷重新計算，不斷保持警覺，不斷承受壓力。所以大腦會學習世界嘅模型去減低不確定性。佢會預測模式，重複行為，同時穩定自己嘅期望。所以熟悉佢哋會令人覺得安全，即使佢會傷害你。一個熟悉嘅失望，都比一個未知嘅可能性佢嘅可怕。一種可預測嘅壓力，比起一個模糊不清嘅未來更容易應付。一個會帶嚟痛苦嘅身份，都可以比改變帶嚟嘅不確定感更加安全。大腦唔係問呢樣嘢對我有個好處，佢問佢係呢樣嘢可唔可以預測。一旦我哋明白咗呢點，情緒就會有完全唔同嘅意義。我哋成日被教導，情緒係對事件嘅反應，有冇事發生嘅，然後我哋就會對佢有感覺。但係呢個講法喺神經科學上其實唔成立。有效神經科學嘅研究，特別係 Lisa Feldman Barrett 嘅工作，指出情緒唔係由環境觸發嘅硬性反應。相反，情緒係大腦為咗調節身體而構建出嚟嘅預測。你嘅大腦不斷咁預測你身體下一步需要啲咩，佢應唔應該調動能量，定係應該儲存資源，定係應該準備戰鬥、逃走、連結，定係撤退。情緒就係大腦預先幫身體做好準備嘅方法。恐懼就係一種預測，覺得有危險好大機會出現。焦慮就係預測會有不確定同失控。傷心就係預測佢失去之後會想撤退。平靜就係預測安全同穩定。呢個意思就係情緒唔係被動咁發生喺你身上嘅經歷，佢哋係你大腦主動推斷生存所需嘅反應。最重要嘅係呢個都代表情緒唔會等你有意識先出現，佢哋喺你有意識之前已經出現，影響你點樣感知、注意同解讀事物。你唔係先感知現實，然後先覺得焦慮。你會覺得焦慮係因為你大腦預測有威脅，之後你嘅現實都會經過你個預測嘅濾鏡。呢個顛倒解釋嘅點解邏輯好少可以消除焦慮，點解人哋安慰你會覺得佢哋用，同埋點解叫自己冷靜反而會更差。嗰個預測依然存在。喺呢個框架下，壓力就變得清晰好多。壓力唔單止係困難或者要求出現咁簡單，壓力就係當大腦嘅預測一再失敗，世界變得難以掌握，結果變得唔確定，信號互相矛盾嘅時候出現。當你覺得失去控制，預測錯誤就會不斷累積。神經系統會以提高警覺、收窄注意力同調動資源嘅回應。短時間內呢個反應係有幫助嘅，佢可以令你嘅危險情況下保持警覺。但如果唔確定，變成長期，壓力都會變成長期。神經科學家例如 Robert Sapolsky 就證明咗，長期啟動壓力系統會慢慢損害身體同大腦，皮質醇會持續偏高，免疫功能都會改變，記憶力同情緒調節都會受損。最重要嘅係，壓力唔一定要有實際危險先會出現，壓力只需要有不可預測性。你可以身體好安全，但都可以好大壓力。你可以物質上好穩定，但情緒上已經頂唔順。你可以樣樣都做得啱，但都仲係覺得好緊張。因為壓力唔係關於發生嘅咩事，而係關於你個腦無法穩定預測嚟嘅。大腦有預測性，亦都解釋咗點解現實會覺得佢實在同穩定。雖然現實嘅好多方面都係建構出嚟，但大腦會重複用有效嘅方法，佢能夠成功減少不確定性嘅預測，會再用多次。慢慢咁，呢啲預測就會變得根深蒂固，重複會令神經通路更加強化，期望會變得好堅固。一開始只係假設，最後會變成習慣，習慣演變為身份認同。你唔單止係預測世界，
你預言咗你自己。你會預測自己喺某啲情況下會有點樣嘅感受。你預測別人會點樣對待你。你預測邊啲結果可能對你有利。然後你嘅認知會喺不知不覺中被塑造，以證實呢啲預測。呢個唔單止係認知偏差，呢個係一種代謝策略。更新根深蒂固嘅預測成本好高，佢需要能量、不確定性同風險，所以除非有令人信服嘅理由，否則大腦會抗拒改變。呢個就係點解身份認同會俾人一種固定不變嘅感覺。點解個人冇事會重複出現呢？別人常話我就係咁樣嘅人，唔係意志力嘅缺陷。呢個係神經效率。此時人們好容易將其同量子物理學相提並論，所以呢度就要特別小心。量子力學唔係話人哋思想可以神奇嘅創造現實，但佢確實顯示咗喺最根本層面，宇宙唔係傳統意義上嘅決定論。系統係用機率嘅描述嘅，結果會受到測量、互動同埋情景嘅限制。物理學家早就知道觀察唔係被動嘅，測量一個系統會改變個系統，唔係因為意識有咩神秘力量，而係因為互動本身就會加上限制。喺一個完全唔同嘅範疇，大腦其實都係用類似嘅方式運作。感知唔係一面鏡，佢係一種選擇。喺眾多可能嘅解讀入邊，大腦會係一個最符合咗之前預測，同時可以將錯誤減到最低嗰個。注意力喺呢度扮演住核心角色。注意力唔只係發現佢啲咩咁簡單，佢係分配新陳代謝同神經資源嘅過程。你專注佢哋會變得更加精確、更加細緻、更加有情感色彩，神經元嘅發放會增加，預測會變得更加銳利。呢個就係點解反覆思考會加強焦慮，專注會放大情緒，而分心可以調節痛苦。你唔係靠攞某樣嘢就可以將現實變出嚟，你係透過不斷將注意力同情感投放喺某啲神經預測上去鞏固佢哋。明白呢點會徹底改變你點嘅自助成長。大部分自助方法都集中咗有意識嘅思想，改變信念，重複正面肯定，強迫自己有動力。但意志力其實只係喺層級最頂嗰度運作，預測其實佢層級低好多嘅位置運作。當你淨係靠努力去強行改變時，往往只會增加預測誤差。神經系統會將呢種情況解讀成威脅，抗拒感會增加，復發就變得好大機會發生。呢個就係點解習慣會斷斷續續，時好時壞，點解減肥計劃會失敗，點解立下嘅決心會崩潰。持久嘅改變唔係強加落嚟，而係慢慢吸收落去。當新資訊持續、安全，佢帶嚟太大威脅嘅到達時，預測先會更新。所以環境比動力更加重要。點解關係比建議更有療癒作用？點解漸進式改變比大刀闊斧嘅努力更有效？當愛喺世界穩定地傳遞新模式時，大腦就會重新校準。由呢個角度嘅焦慮唔係一個要對抗嘅敵人，佢係一個值得你去理解嘅預測。你唔會因為壓抑焦慮而消除咗，你要透過提升環境同身體嘅可預測性、安全感同一致性，先可以減少焦慮。呢啲包括身體習慣、情緒調節、社交連結同專注習慣。自信唔係靠肯定自己有幾勁嘅產生嘅，自信係當你嘅能力預測一再被證實嘅時候，自然浮現出嚟。平靜唔係逼出嚟嘅。當神經系統唔再預期有威脅，平靜就會自然出現。身份唔係靠宣稱就會改變，身份會因為大腦根據你親身經歷嘅證據更新對你嘅認知而改變。最重要嘅領悟其實都係最溫柔嗰個。你咁壞，你唔係軟弱，你唔係改變失敗緊，你嘅大腦只係做緊嘅進化以嚟應該做咗嘅，減少不確定性，節省能量，保住你條命。現實之所以覺得真實，唔係因為佢一成不變，而係因為你大腦預測得好準確，而預測到佢哋係可以被更新嘅，唔係即時，唔係神奇，而係生物學上靠重複、靠安全感、靠專注、靠了解成個系統，而唔係同佢對抗。當你明白咗呢點，你就唔會再嘗試控制現實，
而係開始學習點樣構建你嘅經驗，而呢樣嘢會改變一切。當我哋進一步探討大腦嘅預測本質時，有一個問題就變得無可避免。如果感知係預測，而身份係一個穩定嘅模型，冇記憶其實扮演咩角色？大多數人都以為記憶就係儲存，經歷發生咗，佢哋被記錄低之後再攞翻出嚟。但係神經科學已經證明呢個睇法根本唔啱。記憶唔係一個檔案庫，佢係一個重建過程。每次你回憶一樣嘢，其實你唔係諗緊一個固定嘅記錄出嚟，你係用感官細節嘅碎片，佢而家重建翻一個經歷、情感基調同埋而家嘅期望。呢個重建過程唔單止受原本發生過嘅事影響，仲會受你而家係邊個，你而家有咩期望，同埋你個神經系統而家可以接受幾多影響。好似 Elizabeth Loftus 嘅研究人員幾十年前已經證明嘅記憶係好容易被改變，成段細節可以冇意識佢被加入、改變或者刪除。但係好少人討論點解個腦要咁樣重建記憶。由預測處理嘅角度嚟睇，記憶唔係用嚟保存過去，佢係用嚟幫你預測未來。個腦唔係問到底發生咗咩事，佢係問下次我需要預期啲咩。所以記憶其實係一個預測訓練系統，佢會抽取模式、情感意義同埋對生存有關嘅資訊，然後用呢啲模式去預測未來。準確性只係次要，有用先係最重要。呢個就解釋到點解帶有強烈情感嘅記憶會記得特別清楚，即使細節有啲走樣。情感會標記嘅資訊係有預測性，佢會同個腦講呢樣嘢好重要，下次要再用。創傷就係呢個過程嘅極端版本。喺創傷經歷入邊，神經系統會被唔確定性、威脅或者失控壓到透唔到氣，預測會徹底失敗。個腦冇辦法用一個可以令自己安全嘅方式去理解發生緊咩事，因此佢將經驗編碼為一種狀態，而唔係一種準視。神經科學家約瑟夫勒道等人嘅研究表明，創傷記憶通常存儲喺意識嘅視系統之外，佢唔係以連貫嘅故事形式呈現，而係以感官碎片、身體感覺同情緒反應嘅形式編碼。呢個並非缺陷，呢個係應急適應措施。大腦會學到一個核心教訓，唔好俾呢種事再次發生。從嗰時起，預測就偏向於威脅檢測，注意力會收窄，神經系統會搜尋危險。唔係因為真係有危險，而係因為不確定性曾經令人無法承受。重要嘅係，創傷唔單止係由事件定義，佢係由壓倒性嘅狀態定義。兩個人可以經歷同一個情景，但係會因為佢哋當時神經系統有啲能力調節，而用唔同方式去記錄。呢個分別好重要，因為代表創傷唔係過去永久嘅烙印，佢係一種持續預測有威脅，並且喺現時維持住。就係佢呢度，記憶、創傷同身份認同匯聚埋一齊。當大腦預測有危險時，佢同時都會預測一個特定版本嘅自己警覺、防備、反應激烈或者退縮。身份認同就會圍繞住保護自己嘅組織。呢個身份認同之後會過濾你嘅感知，去證實呢個預測。咁樣就形成咗一個封閉循環。預測會影響感知，感知又會加強記憶。記憶會穩定身份認同，身份認同又會影響未來嘅預測。打破呢個循環唔需要抹走記憶，而係要改變啲咩情況下去接觸同重新整合記憶。現代神經科學已經證明，記憶唔單止係重建嘅，仲可以喺回憶嘅時候編輯。每次記憶被重新激活嘅時候，佢會短暫變得可數。喺呢個時間窗入邊可以加入新嘅情感資訊。呢個過程就叫做記憶再鞏固。當你喺一個有安全感、情緒穩定嘅狀態下回憶記憶，大腦就會更新咗嘅預測模型。同記憶相關嘅情緒衝擊可以變得咁強烈，唔係因為過去改變咗，而係因為未來唔需要再用同一種方式去預測。所以單靠領悟好少可以真正治癒創傷。明白發生過咩事，唔代表預測就會自動改變。神經系統必須喺回憶時感受到安全，
學習先至會發生。呢度又帶返我哋去到成個討論嘅核心主題：狀態先於改變。大腦唔會靠強迫去更新咗最深層嘅預測、重複或者說服，佢只會喺嘅威脅之下，有新資訊嚟到嗰陣先至更新。呢樣嘢對於習慣、身份認同、情緒調節同記憶都一樣啱用。由呢個角度嘅好多自助方法，其實無意中同神經系統作對。當改變被描述成緊急、好辛苦或者要糾正，身體就會當成壓力嘅解讀。壓力會增加不確定性，不確定性會加強防禦性預測。呢個見解就係量子重置入邊探討嘅框架基礎。量子重置唔係將改變當成要靠努力去達成，而係當成一種狀態轉變去處理轉化，即係重新組織出感知、記憶同身份認同出現嘅條件。重點唔係做多啲，而係減少內在壓力，令重組唔再受阻。咁樣嚟講，重置唔係一個動作，佢係一種釋放干擾。當神經系統安定落嚟，預測就會鬆動。預測一鬆動，記憶就會重新整合。記憶重新整合之後，身份認同就會變得有彈性。身份認同一有彈性，未來新嘅可能性就會變得可見。呢啲唔係憑空猜測，呢啲同神經科學對學習、適應同調節嘅發現係一致嘅。去到呢一步，好容易會想將呢個過程形容為重寫過去，但咁樣講其實會誤導人。其實佢哋係被覆蓋嘅，大腦只係單純更新自己嘅預期，過去並冇消失，佢對未來嘅影響力變弱咗。呢個分別好重要，特別係講到創傷同情感痛苦嘅時候，療癒唔需要忘記，重點係要令神經系統唔再將嗰段記憶當成即將發生危險嘅信號。所以安全感而唔係洞察力或者努力，先至係改變最強大嘅催化劑。有冇研究人員，例如 Stephen Porges， 就強調調節能力可以令我哋獲得認知彈性。當神經系統感受到安全，注意力就會變得更廣闊，記憶會融合，身份認同都會變得佢哋僵硬。如果冇安全感，預測就會變得死板。從呢個角度嘅，就算係正念或者冥想呢啲練習，其實唔係因為單純訓練注意力先有效。佢哋之所以有效，係因為透過將注意力錨定咗當下嘅感官輸入，減少預測誤差，從而向神經系統發出安全嘅信號。呢個都解釋到點解好多人會話自己有啲自發性轉變，佢改變好似唔使特別努力就發生嘅。呢啲時刻通常都會同深層次嘅當下感連結，或者鬆一口氣嘅狀態一齊出現，預測會暫時放鬆，系統會更新。如果我哋而家小心啲返去用物理學嘅語言，就會明白點解用得負責任嘅時候，量子理論嘅比喻會咁有共鳴。好似 Carlo Rovelli 同 David Bohm 呢啲物理學家都強調，現實唔係由有固定屬性嘅物件組成，而係由關係、互動同機率構成。可以觀察到咩？其實係冇情景而定。雖然大腦本身唔係真係用量子力學方式運作，但佢都係有呢種關係性邏輯。經驗唔係一成不變嘅，佢係由預測同輸入、期望同感覺、記憶同當下狀況之間嘅互動產生出嚟。注意力就好似一個限制，情緒會影響機率嘅權重，身份認同會令解讀變得穩定。由呢個角度嘅，人哋成日講嘅顯化，其實更貼切講係感知上嘅選擇。神經系統唔係創造現實，佢係決定咗你會留意、行動同加強現實嘅邊一部分。咁樣去重新理解，其實係去除咗神奇嘅睇法，但又保留咗自主權。你唔需要為控制結果負責，你要負責嘅係你用咩狀態去面對呢啲結果。當你明白咗呢點，成個自我提升嘅問題都會唔同晒。你唔再問點樣先可以變成另一個人，而係開始問究竟我而家係加強緊咩狀態。你唔再同焦慮對抗，你會正面處理不確定性。你唔再追住未來嘅確定感嘅跑，你會減輕而家嘅壓力。你唔再等到自己覺得準備好先行動，你會創造一啲條件，等自己嘅準備感自然浮現出嚟。
呢個就係神經科學同量子重置背後靜靜咁運作緊嘅邏輯。當你唔再圍繞住缺乏嘅組織努力，改變先至有可能發生。最後有一點值得留意，因為記憶係重組同預測為主，成日自我監察反而會阻礙整合。當人哋不斷檢查自己有冇改變夠多，其實係重新啟動翻舊有嘅預測模式，注意力又會翻返去以前嗰個身份度，神經系統又會進入警覺狀態。所以持續嘅改變往往會覺得佢嘅高潮位，佢唔會自己大聲宣佈出嚟，只係回望過去先會發現到，當反應變得柔和，選擇變得簡單，熟悉嘅觸發點都冇咁強烈，大腦唔需要人話俾佢知自己改變嘅，佢只需要一再經歷協調一致嘅狀態。所以量子重置強調嘅係整合，而唔係轉變。目標唔係變成一個新嘅人，而係等系統可以冇多餘干擾嘅運作。改變唔係一樣你要去做乜嘢，而係當壓力消除咗，改變自然會穩定落嚟。焦慮嘅心靈並冇出問題，佢只係喺度預想不確定性。如果呢啲想法引起咗你嘅共鳴，並且你想以一種更慢、更反思嘅方式嚟探索佢哋，特別係狀態、壓力同身份喺變革中嘅作用。量子重置以書面形式擴展咗呢個框架，留有整合嘅空間，而唔係指導。佢唔係使用手冊，亦不保證任何結果。佢提供咗一種理解點解努力常常失敗，以及點解當阻力消失時，改變有時會悄然發生嘅方法。量子重置，然而作品並唔在於閱讀，關鍵在於要時刻認識到預測點樣塑造體驗，以及點樣溫和咁讓系統穩定落嚟，從而開啟各種可能性。嗰樣嘅努力永遠唔可能成功。